头是快得听。风水去梦向内望，只见一间小草房，小小巷内朝上把，泼墨巧一分两旁。三子清香炉中茶，荤素菜肴做上房。第一碗爬香红灯天堂哟，第二碗又见鱼儿破米香，第三碗香菱蘑菇炖豆腐，第四碗白菜香干炒茄上，第五碗香烧葡萄牛又牛，第六碗江鱼花椒在花上，爬完一碗酒一杯，手上筷子留一双，哎呀看起来果然为我做三周年，怪了娘子心里长。